洪水入城，曼谷告急。泰國心臟曼谷北部兩個區廊曼同拉直前日相繼淪陷，水深有成70厘米，過千個災民疏散到廊曼嘅舊國際機場暫住。曼谷市長呼籲27個防洪壩外嘅居民疏散，預料嚟緊幾日會再有暴雨，形勢緊張。而曼谷市內嘅湄南河就有河堤崩塌，連河邊嘅5星級酒店都水浸眼眉，唯有用沙包頂得幾耐就幾耐。警方公布將會有33個區俾水浸，最深可能有1至2米添啊！區內所有中小學停課，小朋友直頭可以出街游水。中午1點幾，多個水閘陸續泄洪，低洼地區即刻變澤國，地底排水道更加出現倒灌。一路再係落雨咁咪裂㗎啦，大家都一入到去啲商業區啊、市壟嗰啲啊，咁就係泰國唔死唔撐幾㗎啦。港人吳先生年半之前投資過千萬喺曼谷開港式酒樓，洪水殺到生意即時冇咗70%啊！咁但係相唔相信即係40日就搞掂晒啲水？梗係唔相信啦！呢個政府唔可以信㗎。40日打多個 double 啦，80日啦，你諗住？佢話酒樓對出嘅湄南河水位仲有2尺就寫啦，到時就關門大吉啦。佢仲講笑咁話，如果浸埋隔離嘅銀行現鈔庫，希望啲錢會浮上嚟，撈翻啲補數。呢場世紀水災已經有近360人死咗，但係總理英祿死都唔肯頒布全國緊急狀態令，相信係唔想軍方有額外權力，乘機發動水災政變。